買袋免稅就係抵，交個學費先至蠢啊！日本係免稅，唔係免費啊！我知啊，所以止水低加埋免稅，咁咪等於張機票係免費㗎咯。本來我都唔係買名牌嘅人，但係疫情之後返東京，真係每次都好大鑊。第一個係 Louis Vuitton 嘅 Keep All 35，2023年嘅時候買，日本嘅定價真係香港嘅8折至85折左右嘅啫。一早睇啱款，去到大阪嘅 Hankyu Mans 見到就買，不過買咗返嚟之後，其實又唔係幾中意條帶喎，所以就可以再買。第二個係 LV 嘅 Fastline Wearable Wallet， 今次係全皮嘅。當年有興啲細袋仔啦，呢個款夠晒低調。2024年喺涉谷見到佢嘅時候咧，一見鍾情，臨走咪喺東京站嗰間 Damaru 裏面嘅專門店入手啦。不過講真，其實佢真係超冇用嘅，更加冇用嗰個係我啊！上咗啦，Lita Express 先至睇翻張單，原來免稅嗰 1.55% 嘅手續費係計緊商品價格，唔係計退稅額嘅。即係話你喺百貨公司買個2萬蚊嘅袋，係蝕咗300幾蚊手續費，足10幾個日本版嘅 Häagen-Dazs 啊！即係咁，我又唔係俾唔起，而係有乜嘢手續需要咁貴先做到㗎？仲要唔止衰一次，我係蝕咗2次喎！買包包要交學費，學精咗就揀呢2種鋪頭。2025年我就死都要翻去喺涉谷嘅呢一間 LV Men's 專門店。第3個就買咗呢一個 Monogram Archive 系列嘅 nail。雖然佢而家喺日本嘅定價已經追貼咗香港，大約只係平400蚊，但係可以做足10% 免稅，淨係嗰度都差唔多成2000蚊㗎啦。拎又得，孭又得，一個錢2個袋用。2026年再買到，再學到新嘢。喺銀座嘅 Hankyu Mans 同埋新宿伊勢丹 Mans 裏面有遊客95折，原來係可以用嚟買 Prada 㗎，即係話包翻你俾咗個 1.55% 嘅手續費，埋單計埋止水，差價幾千蚊啊！不過呢一個優惠就買唔到 LV 嘅，出發之前不妨上去啲百貨公司嘅官網睇下 cover 咩牌子，千祈唔好好似我咁遲先至醒啊！你哋仲有冇 tips 留言教下我 ，please？